昨暗8点，高雄新兴区一栋3楼透天厝着火烧，厝内有5个人是对1楼逃生，但是厝主抱班囝要对2楼的窗仔走去隔壁的时阵，无注意摔落去，囡仔是无受伤，也毋过厝主昏迷，加在后来人有精神过来，目前是因为烧烫伤插管等待治疗。警方表示，这有可能是这个电疗层电线烧碰电才会来着火。 透天厝的厝顶庆出大火，消防队出动50人布线抢救。这栋伫新兴区仁爱之家透天厝，就在暗时8点着火烧起来。你多隔壁啊？对，啊，这边够多了。这边123好像也有人，可是目前应该是没事。 监视器记录火灾发生时阵，有人会馆的所在玻璃，都先到车路的民众向前查看，发现是厝主加4岁细汉后生。他应该是烟受不了烟了啦，受不了浓烟在跳。对，他不是跳，他在逃生的过程不小心啊。 调查一回，厝主冲到2楼救细汉后生，2人会1楼窗仔换到隔壁栋逃生的时阵跌落。细汉后生和爸爸抱咧无受伤，爸爸煞昏迷，清醒了，因为小可烧烫伤砸伤插管治疗。透天厝住7个人，厝主的太太、妈妈加3囡仔也伫第一时间为1楼逃生。他们有看到的是人每一个人，因为浓烟密布了，对，所以他们就大家也都赶快走避啊。 半暝厝内阁烧起来，好佳在赶紧拍火。警方表示，火警环境无挂的介入，初步检判是1楼电器烧破电，无排除是这张烧甲臭火大的电疗层。按过消防局回应，确实原因要等调查结果才能确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